美債息急升令到亞洲股市都受壓，咁嚟緊後市點睇呢？大家好，歡迎收睇財經早餐。今日係5月20號星期三，我係 Colly。啟文早晨啊 ，Colly 早晨啊。嗱，環球好多個股市咧，你記得啊？4月頭開始咧都係3月跌咗，4月頭開始大幅反彈啦。喺5月份咧，大家都成日都聽到噶啦，成日都話創新高㗎。嗱，新興市場股市咧做得好好啦，亞洲股市啊好多都創新高，美股差唔多隔3日就創一次新高，同樣係做好嘅喎。冇錯啊，咁但係咧上個禮拜公布嘅美國4月份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咧，咁就同生產者物價指數一樣，都一齊急升喎。咁而且咧就高過市場預期。咁呢個數據咧都反映翻高油價係影響滲透緊咧佢成個經濟入邊，佢都觸發咗咧美債息係繼續升。咁而市場咧都係關注緊新嘅聯儲局主席上任之後對於利率政策嘅方向影響。咁而目前咧聯儲局可能會喺更加長時間之內咧維持有高利率。咁所以咧我哋都開始見到一啲亞洲嘅股市啦，咁近期都出現一啲比較受壓嘅情況。冇錯。咁而且咧波幅亦都係加大咗。咁背後嘅主要原因究竟係咩呢？嗱，其實可以咁樣睇 Colly。嗱，呢一輪嘅升勢咧，大家都係㗎，由 AI 發展相關嘅科技啊、嘅企業啊等等咧係帶動㗎。嗱，集中咧只係其實咧升嘅咧，無論喺亞洲又好、美國都好，都係得嗰幾個板塊。亞洲股市當中咧，大家知道啦，近排今年最犀利就係南韓股市嘅升幅係最厲害㗎。不過，如果你仲記得喺第一季嗰時咧，我哋都觀察到有幾次啦，就係南韓股市咧，每當累積咗一定嘅升幅咧，一有出現一啲負面消息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咧有啲比較大幅度嘅調整係出現咗㗎。嗱，事實上咧喺上個禮拜五咧，如果記得嗰個調整比較明顯啲啦，喺南韓股市或者亞洲股市喺嗰度出現之前咧，南韓股市喺前2-3日咧，都已經喺呢2-3個禮拜出現過一啲單日比較大嘅波幅，咁亦都係可以講話一啲徵兆嚟㗎。而喺上個禮拜開始咧，有一啲數據咧就睇到咧，投資南韓股市嘅外國嘅資金咧，其實已經開始咧，慢慢咧就係好明顯咁樣流翻出南韓股市之外，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點㗎。明白啦。咁如果咧嚟緊霍爾木茲海峽個運輸咧繼續係持續受限，而油價繼續升啦，咁就同時咧都觸發咗美債息繼續升嘅話咧，咁目前咧聯儲局就可能會喺更加長時間之內維持一個較高利率水平。咁依家嘅亞洲股市或者我哋講亞洲嘅 AI 發展相關板塊，佢哋嘅前景會係點呢？嗱，一般嚟講啦，如果你話債息繼續高啦，咁大家都知啦，好似美股啊就比較難咧，靠嗰個所謂嘅估值啊，即係我哋或者俗稱嘅 PE 啊個市盈率嗰啲係上升嚟繼續做好㗎。嗱，未來咧之前美股延續升勢嘅背後因素裏邊咧，應該繼續以盈利咧繼續上升咧為一個好關鍵㗎。另一方面，亞洲股市咧整體估值咧其實係低過美股，仲係好多㗎。咁雖然都升咗咁多嚇，雖然今年都好勁，咁但係咧盈利預測咧亦都係繼續上升㗎。咁所以佢估值上咧基本上咧由今年升咗咁多咧都唔係好大嘅改變。而家人工智能大家知啦，每日應用咧唔再局限於普通嗰啲科技股啊，而係咧伸延到好多實質經濟啊，又話咩智能代理啊、工業生產機械人啊、自動化生產啊，好多研發藥物啊等等咧，都係同咧人工智能有相關嘅。所以我哋睇到預期咧，推高於相關啲企業嘅盈利嘅預期嘅發展咧，應該繼續會有嚟嘅喎。咁都同意啊。咁不過咧，如果我哋係擔心翻短期之內個波幅繼續維持係比較高企嘅話咧，咁部署上咧其實就可以去利用翻股債平衡，或者係偏向翻啲高息股，咁同埋咧一般比較少受外圍影響嘅內地 A 股等等嘅市場嘅。今日同大家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